请咱做一个赢，咱来赢219首，请咱赢第1节第30。欢迎今日上着教会陪参者来三甲守做圣餐。亲爱的姊妹，请恁注意主要所对既然回应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讲，要最担心无伊的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得到饱。佮讲，我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就来开个，我免就到伊遐。我甲伊甲我要三甲坐倒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甲你三甲平地。亲爱的姊妹，嘛请恁注意听，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。当日我对主受，也捌传落恁的，就是主耶稣是唯一有摕起饼，擘开作声讲，这是我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呢，就是纪念我。吃了后，主耶稣也咧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，恁逐摆啉的时，就行呢，就是纪念我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到要过来。当主耶稣受的迄一个有大声摕起饼祝谢，所以现在咱奉伊名，叫伊赎罪款式，请咱大声三甲8来祈祷。请主耶稣，现在我遵照你的命令。摆咧这个宴席，要诚做纪念你永远赎罪公事。愿恳求你找见圣神，分别阮做圣，佮分别才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做圣。互阮接受这个，这个信来分享你的身躯甲宝血。因为你恩典的帮赞，互阮伫你灵内面会当得到培养，伫你恩典内面会当得到成长。搁较会当来用光主你的圣名，原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呢，就是纪念我。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旁饼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
呢为纪念我。咱拄则牧师咧祈祷中间讲到一句话讲，嘛无我会当接受这个，这着神来分享主的小福甲宝贵。咱的圣餐是一个上顶，但是你通过你的信心，你的祈祷，你的感谢的时阵，咱要体会耶稣基督即时伫咱的中间，甲咱相到一个。所以摕着饼了后，请咱拢安静来祈祷，咱的默想，来甲咱的主信仰。咱就今日呢，就是纪念伊，这咱三个来领受。食了主要所有人来同杯讲，这个杯是我为所设立的食了，因大家啉的是，就今日就是纪念我。这个杯是食了，用耶稣基督为所设立的。咱每一摆啉的是，就今日就是纪念伊，请咱来长老来同杯。
稣基督为所设立的，咱每一摆啉的是就平安呢，为就是纪念伊，请咱三角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惊民主的死，就会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平安，甲恁三角伫地，请咱三角互来感谢。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因为你用极大的疼痛，互阮会通来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疼阮，保守阮。我是满有圣经奥妙身躯的肢体，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，是你永远国度护的，我感谢你。亲爱天父，阮这时间比伫你的面前来献上阮的祈祷，我要搁一摆来献上阮家己做偌济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所用你的慈悲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持续这个圣洁的沟通，对听了后，搁较会当来用光主你的名。我来同心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